家界的祖师爷，没错，也是客家嘅哈音乐嘅重量级的一个创作人。没错。他创作代表作，你知道有哪2首吗？客家本色。我们唱客家本色就是他主唱的，还有临时考的哦。过去嘅雄风乃喜嘞。就是英雄泪，没错，这是他的代表作。是，然后呢，还会带一个奖给 Samuel， 是我们客家唱跳的甜心，真的，一起来做我们的精彩的表演。好，鼓掌给现场的朋友哈，热烈送上分享我们李展毅老师跟我们的张喜芳，热烈送上的分享，为大家提出带来的是老虎鼓。用扮演的老虎鼓呢，安尼弹个弹法哈，谢谢。扎鼓，鼓面把老虎，攞出牛栏鼓，买得步来步，唔知步步也不服，开我心肝处处处，开我心肝处处处。98分阿弥陀佛。念佛挂杜林草花，老虎鼓呀鼓老虎，卜来卜去，卜来卜去，卜鼓又咩听卜佛。吊扎鼓，鼓面把老虎，攞出牛栏鼓，买得步来步，唔知步步也不服，开我心肝处处处，开我心肝处处处。98分阿弥陀佛。念佛挂杜林草花，老虎鼓呀鼓老虎，卜来卜去，卜来卜去，卜鼓又咩听卜佛。98分阿弥陀佛。念佛挂杜林草花，老虎鼓呀鼓老虎，卜来卜去，卜来卜去，卜鼓又咩听卜佛。大家可能心都方我印象，捌到很多老虎鼓哈。我做太阳老大家介绍，因为历史歌的哈，向个头摆写的哈，因为我做去家婆的屋下个，塘下个三合院啊，当过吊只鼓的，个鼓的啊哈，用我烂铁的，我做摸家婆，家婆就啷个讲，老厝啊，北上去留个鼓的牛烂铁啦，个鼓的挖个条老虎落去啦，我说老虎个拿来一啲布来布，布老虎也系布嘅鼓嘅啦，所以我都想象嘅，就留啲书歌会写出来，很多老虎鼓，许多庙方拜拜噶，唔止一布嘅老虎，也系布嘅鼓嘅，所以你爱用写出来哈。希望大家推展了客家文化，一直到了30年哈，我将近40年。
也希望政府单位县政府以及那个市政府的特别大力的来推广那个客家文化，所以呢非常的希望作为多年来正经当希望所有的乡亲对客家文化的支持鼓励。一次来呢，喺呢個對啲傳統歌曲一次來就有一啲咧裹足不前就冇50歲以上嘅人就還冇去接觸，所以呢我就嚟係會慢慢咧寫出一首歌嘅啦比較勉強化嘅大家我就嚟邀請嘅學生嘅張喜芳。在伊人嘅故鄉，看到狀態前，想起了來故那鄉，落無了來終南。中了個米那夢又紅了眼點點流個氣流下，那天了風哦咿哦，風流車。有过去才叫经典，现在的我们正要翻新，正要传承。香港人、香港情，莫講台北見最近，香港人 AI 型，長春山比較強勁，哩哩哩無無係係歸到唐山，來呀來呀，太甲連變三高級。難有了有那氣那，我有了來意兩年就一了誰啦？同心莫天啊！大家要感到好幸福啊！要大家。後來什麼大家呢？因為有唱到了聲音呢，來共同嘅留以前那個就這米坨坨嘅嗰種嘅童謠嘅故事嚟演出嚟個時代嘅變化一直到後生人咧就rap嘅嗰種嘅現代化，所以咧音樂咧有改變慢慢咧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鼓勵，什麼大家？什麼？接下來呢將呢當到歌曲後生人咧就延續傳承下去也係秉持縣政府各方面大家政府單位大家支持鼓勵，也下呢嚟邀請張喜芳來為大家帶來一首《蓮花》。
什么台卡？好的，那接下来呢，喜方来带来这首《莲花》。哎，顾名思义，它就是一朵花，对不对？对，那我待会呢，想要也有请我们就是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呢，等一下跟我一起比个花，可以吗？招待吗？招待，谢谢。因为我等一下会唱很多遍的《莲花》，我们就一起这样开合，好吗 ？OK， 那我们就准备开始喽。那一样借用各位的双手，好吗？谢谢。非常的精彩哈，因为莲花，哎，我们的喜方，我们不愧是客家甜心，对对对，唱跳甜心的，今天穿的这么辣，没有，等一下哦，是由唱扮演而出众。哎，欢迎林展义先生，掌声欢迎林展义林老师。好，我们要抽奖之前呢，抬起给他提供一个红色哈。好，我们首先呢要先请工作人员来亮出我们的抽奖球，对不对？确定？哎，这边是1到这个几号都有在现场，对不对？好，我们这边是不是一一的来把它数出来，对不对？1号。好，全部都放进去了吗？对不对？来，我这边有看到哈，1号、2号，好，我们点一下，快速看一下，好，都有在里面的，对不对？
总共25排哈，没我们有错。 25排33号。是的好，我们就一起来数了哈。好，这边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公平、公正、公开。是的，是好了嘞，来好，继续。来，接下来是看第几号的，对不对？我们也一样，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哦33 33号，是的总共25排33号。没错那我们怎么抽？飞虫跟粉布非常的环保，对我们不用拿那个什么摸彩券，对不对？对嘿，你抽到你的 V 耶，到时候中奖了，就是直接认你坐在位置上。古抽俩哈，太去给它抽好来哦，莫边 V 的哦，莫弯的哦。我们这个方式啊，去年是我们的苗栗县副县长邱丽丽副县长来，他来到现场的时候，大力的说：“哇，我们市公所太棒了，用这么环保的方式，对不对？又很快。”好，所以我们现在呢，就要请老师来帮我们先抽出第几排，对不对？我们先来抽牌好不好先来抽牌。我们先来抽牌好对，有第25几排？来，谁要得奖？谁要得奖？好，来扣第一哈。 10排。第10排来，第10排的朋友，我可不可以起起立？立来看一下好不好站起来对，站起来。好，好第10排的朋友，对，起来吼，肯定哦，总得问毕业了。嘿，嘿，爱来看慢记得出到人嘅天嘿使。好，你唱人嘅戏份。哎，来，西方来帮我好，们。老师可以。好，第几号呢？记得好慢音哦哎。哇几号？24号。 ？24号。恭喜！很开心，很开心。赶快要上来。好，哎，还是我们直接抽2位一起上来拍照，对不对？好，可以，可以，可以。好，那先请我们得奖的朋友先来到我们的舞台前方。没有就讲呀，应该市长叫我就翕相哦。好，来1、2，好，我们对第2位第二排得奖的哈，我们先来抽出牌，好不好？好来，请妍妍抽出第几一粉排，第几排？不， 01。第1排。哇，这命中率大家看一下，1、2、3、4、5、6，6位。哎，如果好抽起来没有人的话，再抽没关系，再抽好来对不对来来来，我们 OK 听。好，第几号呢？第几号？慢牛得奖，我们站起来好不好？卡数一下好吗？排。来哦，这个是5只手指头，5号。哇！1、2、3、4，慢赢5，慢赢。市长哇，市长本人是不是？司总，恩用在干啥？哇，你怎么会太猛？我们市长说捐出来。本司总长念了一个总长。赏。市长，我们爱你。好，这是第几号呢17。有吗？17号容易吗？第一排17号。 17号，来来来，莫没有。莫赢。好，恩用那个啥呢？来，我们一排，我们抽3次，好不好？这边第2次，让我们第1排的朋友们有机会，最后一次机会了哦。好，来，好签名100哦。嘿，某的发就会关的哦，哈，太去搞跟我们抽嘛，哈。来20。 20号，欢迎。没有。没有。哇，其他的朋友有 give 耶！哇，欢呼声在哪里？欢迎爱得奖。好，那个没有很大声。好，我们来抽牌，先抽牌。好，先抽第几第1排。排？第
第几排？也是5只手指头，第5排的朋友，第5排的朋友，好，我们来起立看一下好不好？起来好吗？不太去给他看一下嘞。嘿，来有机会哦，还有小朋友哎，可爱的小朋友。好，这位美丽的妈妈，祝你中大奖，来。几号？几号？幸运得奖者，大声喊出来！1号，有人吗？有吗？1号，1号是中间吗？1号吗？我们请秘书帮我们确认一下，1号有吗？黑帽，这边黑1号吗？黑帽。好，1号。舞台，我们请我们长官跟贵宾，来先颁奖。好，恭喜获得50寸 Panasonic 的显示器，很幸运哦。好，我们请我们的长官来一起拍照，用他的胸，因为没有你站掉嘛，一个赞好不好？站掉嘛，好，再比一个7在下巴，哦，安定一下，真的是 Lucky 7，有够幸运，一个热情的掌声。好，一起入镜哦！台上正前方，没有你站掉，站啦！好，恭喜！好，沙哈人呢？好，沙哈人有油呛豆呢，这可以说是你哈嘎的一个大小百合，你知道吗？够他厉害的是能唱能跳又会大锣鼓，很懂会搞，真嘅！欢迎凤新飞老凤立发先生。阿哥阿妹来对唱，歌声嘹亮传四方，谈到热心真舒爽，凤香花香好时节，祝拜向上保平安，保平安。谢谢众上来鼓励哈，谢谢。祝拜一大保平安哈，好来，将来带来你课堂的歌曲《半山腰》，谢谢。
故乡，多谢大家。哦，非常多谢大家今天能够来参加今天安排哈，真的非常荣幸，非常高兴哈。也再次多谢你们的师长哈，能够大力的在推展你客家的文化哈，把你客家的古谣啊能够传承下去。多谢大家安支持。好，接下来我带来一首林在一老师作词作曲的《腰間同花線》，非常好聽嘅一首歌曲。好，也你分享到我嘅。玉华山去歌舞班的哈，歌谣班的学生啊，好了，帮我伴舞，真的非常谢谢，借助大家发财的双手，给他掌声鼓励，好不好？安子这什么那个，腰間同花線。江山流水可风高，蓝天开地火地方，斜拍桐花满山高，要为不贴来地乡，想起故乡老不走，飞于神中。江山流水可风高，蓝天开地火地方，斜拍桐花满山高，要为不贴来地乡，想起故乡老不走，比一生中。故乡。
请现场所有的总共贵宾安子生，谢谢，谢谢沈梦大家，谢谢。已经 say 好了，对不对？准批对对对对。好，他说爱把讲会了，爱没讲吸烟，好。讲命很多。陈美仪，你现场的朋友，你个掌声欢迎陈美仪。大家好，18番。送我大家一條，愛把講去了，愛美講實驗，安子生。Come on。用它打破哎18萬，什麼意，什麼意，大家好。大家好，長來了，長來了，做乜街，做乜嘢？去買菜，去買菜，去食神，去食屎，水莫叻，水莫叻，愛係客家嘅，想愛學客吧。安子生。那两首歌曲呢，是在2016年发行的专辑《爱爸讲回了，爱没讲实验》哦，有入围这个金曲奖第28届3项入围的肯定哦。安子生，是其实创作客家音乐感觉金曲不算是什么希望这个创作的客家音乐能够让大家都听得懂都听得识也是爱继续希望大饼嘅东西
好，接下来送给大家这首歌叫做《客家扮演歌》，让我一条创作，送本大家客家扮演歌，安子谁？风中飘，叔叔从把中鸟向古爬面，飘落去啊飘落去。no 扮演中岛滚水渡，群彩向彩叫彩眼彩，飘落去啊飘落去。啦啦啦啦啦啦，客家扮演真好色。啦啦啦啦啦啦，客家扮演懂好色。手机挂好不好？风中飘，叔叔从把中鸟向古爬面，飘落去啊飘落去。no 扮演中岛滚水渡，群彩向彩叫彩眼彩，飘落去啊飘落去。1 2 3，啦啦啦啦啦啦，客家扮演真好色。啦啦啦啦啦啦，客家扮演懂好色。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来喽，最后一次。啦啦啦啦啦啦，客家扮演真好色。啦啦啦啦啦啦，客家扮演懂好色。啦啦啦啦啦啦，客家扮演真好色。啦啦啦啦啦啦，客家扮演懂好色。啦啦啦啦啦啦，客家扮演真好色。啦啦啦啦啦啦，客家扮演懂好色。谢谢安子生，下来送本大家人我一条歌，係我曲人嘅創作，也係這個講客家嘅董重要嘅一個這個茶葉，很多東風美人茶。茶湯東風美人屬高香港，愛做比，手這個好唔好？安子生。茶磨碰風，一條蝦滿山茶葉，寫什麼論一作人做茶米，播出香港的青春人生，有什麼故事真係精彩？烏龍茶湯，東風美人屬高香港，工作比紅茶湯，東美人屬高香港，世界比。上面的朋友，年雜風吹飄落山馬，雜茶花
无边打条命，一寸一寸，看笨白起龙让你随风，天梦插头，东风美景送高雄港，风中雨天梦插头，东风美景送高雄港，世界第一。世上的论一执人做茶面，拍出勇敢的情将完成，忧伤的故事怎会精彩？天梦插头，东风美景送高雄港，风错雨天梦插头，东风美景送高雄港，世界第一梦插头，东风美景送高雄港，风错雨天梦插头，东风美景送高雄港，世界第一。安子生，好，大家来听一下，叫他们个好听的歌曲哈，加用大家的松树，热烈掌声欢迎我们的郑安老师，欢迎郑安先生，欢迎。现场嘅总监，现场嘅来宾，现场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好。
才会带来了数爱的心来爱你，送天上的朋友，向阿大朋友。感动了的爱情。 感动了的爱情，爱的心内美，爱的天天，爱奉献爱情，爱仓库内美丽的激情，送跳爱的路径，爱的心内爱你，等于就是爱爱你。 心内爱你，等于结束爱的情谊。爱无的本意了解，爱无的本意知，爱无的本意了解，了解所爱最爱你。 最准你迷上爱，实在真歹势。爱做了爱，爱听的，爱做真错的。有个字对爱，有一丝妨碍，想爱做的。感动了的爱情，给你梦动你。感动了的爱情。 爱奉献爱情，爱仓库内美丽的激情。
爽，爱水爱你。院长的朋友，爱的心爱你，朋友就是爱你，爱的心爱你，朋友就是爱的亲密，爱不分你了解，爱不分你。爱水爱你，什么那个？好看，爱就是来爱你。哇，有小帅哥哎，哎，刚刚应该算是母女同台耶。母子同台。哦，母子哎，我哎，在讲什么？考我有没有认真听你讲话？而且我还讲得太开心了，对不对？你啊就会因客家中非常的温少能嘅地方啦，你看母子同台一起来表演，对不对哎我？不错好，接下来咧，嘿，接下来呢，哎，有唱都係你客家音樂嘅哦，非常閃亮的創作之心，用音樂來記錄你嘅神發，唱出感動。等下來聽聽他的歌聲。好，哎，你熱烈的重賞分享我們的林思玲老師，重賞分享。大家好，欢迎来到中正堂，带来这首《欧洲的海》。无论我们走到哪里，我们心亮，我们的路就亮。欧洲的海，1950年將來航渡新嘅時代。歐洲嘅海點青嘅壁高台，雙頭面起頭擺，頭擺足燈航過天順路，頭擺足燈開過太上谷，頭擺無人記得嘅頭擺，一步一步經行經出，山那高那重，後山那快樂，冒險了付出那無奈嘅太陽路那後山那流快樂。不知了幾時那有心愛。不知道這首歌有沒有唱到大家的心裡？大家應該非常有感觸。我們走過繁華的世代，但是大家都忘了我們的那雙陪伴我們走的骯髒的鞋。頭擺足燈航過天順路，頭擺足燈開過太上谷，頭擺無人記得嘅頭擺，一步一步經行經出。
做给海刘荣昌的歌曲，非常的内敛的一首歌。那相信多你都跟我一样有这样的一个感触。那么我想说，接下来呢，要为大家带来一首歌曲都按旧后某。在座可能有些不是客家人，他给迪某这个那客家人客家人每天见面第一句话讲嘛个，打招呼嘛个，吃饱嘛，个当旧某看到发我讲嘛个，按旧后某。这首歌呢是我们的苗栗县政府文化观光局我堂练武功客家事务科每年办的那个广场舞的指定歌曲。那写这首歌的时候呢，当年才读到疫情，然后呢，突然间就有很多朋友就不见了，所以那一年我就很有感触，我就写了这首歌《按旧后某》。这个不管用不管怎么样，我们平常呢见面啊，打声招呼啊，那不能见面呢，我们就打个电话啊。那如果可以的话，只有喊勾勒错的腰，只要我们见到彼此，大家都安好。所以呢，我祝大家安好，送来这首歌《按旧后某》。
时，出去行行好条去，晒晒日头出鼻息。谢谢，什么谈感恩之心。